我姐给你们烙那个蒙族馅饼，让你们看看包馅饼的面有多稀。接下来这就是制作过程了，仔细看好。上面撒点薄面，用刀一分为二，这是2张馅饼的面。蒙族馅饼好吃啊，首先得馅儿调的好吃，而且呢量一定够。我姐往里放的这馅儿啊，如果让你包，你都包不了啊。她塞这馅儿也塞的太多了，这面又稀，然后馅儿又多，然后用她的手啊，1下2下3下5下，哎，就搞定了，就成了一个大面团。这一会儿功夫啊，我姐就包出来好几个了，一共得烙10多张呢。接下来到拍面的环节了，拍面是相当有技巧的啊，必须把馅儿拍均匀，而且的话面还不能漏。接下来到饼入锅的环节了啊，用刀放在手上吹2下面，哎，浮面吹走，放入锅中开烙，烙到两面微糊出锅了啊。要爱吃上油的，两面可以刷点油啊。